大家好，歡迎收聽 Nice Nice， 我係你嘅靈魂指引者 Louise。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嘅第一集。喺節目開始之前，請俾我簡單咁自我介紹一下我哋頻道主要嘅內容。Nice Nice 係由 Love Studio 光射製作，我哋係一個設立於香港嘅光之工作者工作室，目標係致力匯集同分享世界各地嘅靈性及宇宙信息，並且提供不同種類嘅身心靈療癒服務，從而希望將呢啲知識可以普及化，帶俾我哋身邊嘅每一個人。咁我哋今日就開始我哋第一集嘅主題，從零開始嘅靈魂道路。如果你有接觸開身心靈，相信你最近亦都會不斷咁聽到維度提升呢幾隻字。到底乜嘢係維度提升呢？點解維度提升同地震、海嘯甚至係靈魂係有所關係嘅呢？點解近呢幾年會有呢一類嘅事件頻繁咁樣發生？今日就等我為你簡單咁講解一下其中嘅原因。喺講解呢一切之前，我要將你帶返去宇宙嘅起點，源頭。萬物初開始終於一個意識，當時嘅世界係處於一個虛無嘅白色之中，喺個萬物似無嘅環境入邊，又好似萬物盡有。呢種感覺就好似你置身於一個空無一物嘅房間入邊一樣，眼睇到係冇嘢，但係你感覺係無限嘅滿足同埋富有感，從來冇任何嘢會缺少。意識誕生咗之後，佢就得知自己嘅存在，然後佢就運用佢自己嘅想象力，創造咗宇宙萬物、銀河、宇宙、星球、海洋同各種各樣唔同嘅生物。呢一位創造世界萬物嘅意識，佢冇一個特定嘅稱呼，但係大多數嘅人都會叫佢做以太、源頭、一，又或者我哋經常講嘅神。喺創造咗呢個咁廣闊美麗嘅銀河之後呢，意識就想去經歷一次生命，所以呢，佢就喺自己嘅身體入邊分裂咗無數個咁多嘅碎片。呢啲無數嘅碎片呢，就係我哋嘅靈魂，而每一個靈魂都可以隨住自己嘅意願去唔同嘅星球或者唔同嘅地方去經歷佢哋想經歷嘅人生。喺降生之前，每一個靈魂呢都有一份願望清單嘅。呢個願望清單呢，就係包含咗你對嚟緊呢一世你想經歷啲乜嘢，又或者想學啲乜嘢。喺清單上嘅每一件事呢，就係你嘅人生課題。當你完成設定咗你嘅人生課題之後，你就可能會諗不如為呢一個人生課題增加啲難度，又或者增加啲經歷。然之後你就會喺嗰張紙上面 set 咗唔同嘅規定。當所有規定同埋人生課題整合完，你就會得到一份靈魂契約。靈魂嘅成長過程同科學界嘅維度理論呢係有少少唔一樣嘅。為咗去經歷世間萬物呢，最初嘅靈魂通常都係由一粒沙、一滴雨水，甚至係一塊石頭開始，然之後呢慢慢變成植物啦、動物啦，最後先至係變成智慧型存有。每一個嘅人生經歷呢都係唔一樣，而且各有獨特。而當靈魂經歷完佢每一次嘅人生之後呢，佢就會返到去靈魂嘅層界，再重新睇一次佢自己嘅嗰份靈魂契約啦。咁喺審視嘅同時呢，佢亦都會喺度望下有冇邊一項人生課題係未完成，
又或者佢會根據佢之前嗰個人生經歷去對佢嘅課題係有所變動。而其中每一個人呢，都會有一隊好專業嘅靈魂輔助團隊，佢哋就係你嘅指導靈。咁佢哋入邊呢，可能係包括天使啊、祖先啊，又或者係唔同維度嘅靈魂傳友。咁我哋喺度簡單講解一下啦。點解會講維度呢？其實而家基本上維度呢係由1維去到13維嘅最高。咁維度係不斷咁樣更新，亦都可以不斷咁樣向上啦。目前嚟講，我哋人類咧係喺3維，咁嚟緊呢幾年啦，我哋地球咧就會變到去5維嘅。咁個概念咧就係當你喺5維嘅時候咧，過去、現在、未來都係同步進行嘅。線性嘅時間咧喺呢度已經唔再適用噶啦。咁喺其他維度嘅傳友，因為佢哋可以喺唔同嘅時間段見到你嘅整個人生，包括你嘅靈魂路程，所以咧佢可以提供更加多唔同專業意見俾你。而喺靈魂層面嘅你咧，呢一刻你又可能會遇翻你嘅親朋戚友。嗱，喺呢度要講咧，就係無論你喺上一世同佢係仇人又好，愛人都好，伴侶又好，呢一刻咧你哋已經會拋開晒所有世俗嘅煩惱。因為喺靈魂層面嚟講呢，係唔會有濃烈嘅感情。每一個靈魂都知道佢哋落嚟地球原因就係為咗經歷人生，所以佢哋會好開放式咁樣討論佢哋下一世嘅合作可能性。而喺神嘅角度入邊，冇嘢係絕對嘅好，亦冇嘢係絕對嘅壞，一切都係為咗體驗。嗱，呢一刻你仲記唔記得你手上嗰份願望清單呢？呢個時候嘅你呢，就可能拎住你份願望清單，揾你隔離嗰個，跟住就會同佢講：喂，我哋上一世出去呢度玩 ，OK 喎。嗱，我個 list 上邊呢係學呢樣嘢，我成功咗啊，你得唔得啊？咁可能對方就話：OK 喎，或者係有其他嘅答案啦。跟住之後你就話：咁啊，喂，我哋下世再一齊嚟玩啊！試管崩潰啊！你有啲乜嘢係同我差唔多噶？我哋喺邊個地方 meet up 啊？咁對方就可能睇下佢自己張 list，跟住就望，咦係喎，你咁樣講，的確有呢樣嘢。你係如何喺困難之中包容別人？我張 list 呢個咧係如何喺困難之中可以支持別人 ？OK 啦，嗱，咁我哋就約定噶啦，呢一個共同經歷。一件事，咁我哋幾時見面啊？30歲、35歲、25歲，35啦。得，之前仲有幾樣嘢要做啊，我要搞掂其他課題先可以見你啊。你今次等我一陣啦。OK， 有啲咁樣類似嘅對話啦，呢一個只係一個 example 嚟嘅啫。咁你哋就可能會就住呢一個討論呢，去安排你下一世。你會喺啲乜嘢嘅情況之下，乜嘢嘅形式，乜嘢嘅身份，同邊一個時間、地點去遇到大家，然之後引發咗後邊呢一個人生學習課題嘅呢一個呢，就係你哋人生藍圖嘅初本啦。咁有啲靈魂呢，就比較擅長人生規劃嘅，佢哋嗰個規劃呢，可能完整到呢係涵蓋咗佢一生，由出世去到生命嘅完結。人生課題係唔可以刪除嘅，上一世未學習完成嘅課題呢，會一直都係喺呢個清單上面，直到你學習完成為止。但係靈魂係擁有選擇如何去經歷呢啲人生課題嘅權利，就好似你上一世係因為屋企有一啲事而觸發呢個人生課題，但係你下一世呢，可能係你朋友圈入邊一啲事而觸發。佢哋唯一嘅共同點就係，都係希望引導你去理解同埋去學識呢一個課題。有啲人嘅情況就比較複雜，而有啲人呢就簡單得多。咁點解會複雜呢？其實大多數都係同佢哋之前每一世累積落嚟嘅人際關係有關啦，或者係處事上面一啲遺留落嚟未清理好嘅事情啦。咁呢一啲諸如此類嘅嘢呢，就係我哋
所口稱嘅業力啦。講到呢度，其實大家知唔知除咗壞嘅業力之外，業力其實都有好嘅呢？咁喺過去嘅2000年入邊啦，地球都屬於一個青銅時期嘅周期。瑪雅月曆喺2012年12月21日咧就停止咗演算。其實呢一個唔係解世界末日咁嘅意思，佢只不過係地球某一個靈性周期嘅結束。咁緊隨而嚟咧就係一個新嘅靈性周期——黃金時期啦。咁聽到個名，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哇 ，Golden 應該就係好富足、好富有。但係呢一個富足同富有，其實同大家嘅物理想像可能有幾大嘅出入。因為喺靈性嘅角度嚟講咧，富足係在於修行、靈性嘅成長，同埋人與人之間嘅團結啦、心靈嘅健康，而唔係再重乎於物質、金錢或者係華麗嘅外衣。黃金時期咧係由2012年開始，直到2032年之間，地球會有一個新嘅5維世界誕生。嗰陣時3維嘅體系咧就會完全被拋棄，你所有認識嘅以往舊嘅體制啊、貨幣啊，全部都可能會被重新洗牌多一次嘅。喺過去幾年入邊咧，不斷都有唔同嘅天災同人禍喺度發生緊。其實咧呢一個只不過係蓋亞，即係地球啦，喺度排放緊佢嘅負能量。喺過去幾千年入邊，人類製造咗好多戰爭、污染同埋殺業，好多負面嘅情緒同埋能量囤積咗喺蓋亞嘅心底入。蓋亞咧，佢係一個有意識嘅星球嚟嘅，佢係一個生命嚟嘅，佢係一個龐大嘅意識集合體，佢牽連住我哋地球上嘅每一個人、每一樣生命、每一項植物。所以作為最親近蓋亞嘅我哋，無論喺意識頻率上面咧，都係不斷咁樣一直影響住蓋亞嘅。而喺維度提升嘅時候，呢啲負面嘅能量就再會適合帶上去5維。為咗進入呢一個新嘅5維環境，地球係需要釋放佢過去嘅負面情緒，從而有空間咧去接納翻佢呢啲新嘅正面能量。喺呢幾年入邊，地球嘅頻率同埋磁場亦都會重新咁樣整頓，其中同我哋嘅星象排位亦都有所關聯。因為當所有嘅行星平排而成嘅時候咧，一個巨型嘅能量同埋光波運輸通道就會喺宇宙嘅外圍通過太陽或者其他星球傳送過嚟地球。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地球嘅業力周期就會開始跟住加快。人嘅業力周期加快咧，就係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喺地球提升維度之前去解決佢哋嘅業力問題。因為有啲業力問題咧，佢只可以喺3維度解決，5維咧係唔會再有戰爭或者爭吵嘅一個好和平嘅世界嚟嘅。呢一刻嘅世界可能變得比較混亂，但係新嘅科技同埋體系咧係會陸續咁樣誕生嘅。唔同嘅疾病同埋天災啦，亦都會帶走各式各樣嘅生命嘅。咁係因為地球呢一個維度已經唔再適合呢啲靈魂存有喺度經歷佢哋人生，又或者係其實佢哋已經喺地球完成咗佢哋嘅使命同埋佢哋嘅人生課題。咁呢啲靈魂咧離開咗佢哋肉身之後，就會翻去靈魂嘅世界嗰度休息啦，幫守住地球上嘅人，又或者咧係計劃去下一個更加適合佢哋體驗人生嘅星球。人類嘅本質咧，其實就係靈魂嚟嘅。脫離咗肉身之後咧，我哋同其他靈魂咧係一模一樣。我哋喺3維嘅世界入邊習慣咗用5官去感覺，但喺靈魂嘅維度入邊咧，時間係唔存在嘅。過去、現在、未來都係同步發生，所以靈魂係可以借由佢哋嘅意念啦，穿梭任何嘅時空，去俾你無限咁多嘅支持。我覺得冇人中意分離，亦都冇人中意經歷，但係我希望你可以記住，
靈魂係唔會死亡。如果你覺得你喺物理上面你已經再聯繫唔到佢哋嘅話，我請你揾一個安靜嘅地方，閉上你嘅眼睛，放棄你嘅五官，用心去感受。慢慢呢，你可能就會覺得有一股暖流係通過你成個人。離開嘅人唔係消失咗，佢哋只不過係去咗另一個更加舒服嘅地方去守候你，而且喺嗰度默默咁等你返到去靈魂嘅層界嘅時候，再同佢分享各種各樣有趣嘅人生經歷。相信大家都會接觸到冥想，最近亦都有唔少人問我就係我個心好難靜嘅，我冇辦法係放空我嘅思緒就先去冥想，好難定落嚟。其實呢，我曾經睇過一個印度大師，佢係咁樣同佢嘅學生講，你根本就唔需要清空你嘅思想，冥想係為咗令你保持你嘅心境平衡。點樣去做到心境平衡呢？唔係夾硬強迫自己去咩都唔諗，反而係俾呢啲諗法入嚟。比如啦，舉個例，你坐喺度嘅時候，突然之間諗起聽日早餐要食乜嘢，咁你又諗咯，諗完呢，食通心粉 ，OK， 咁就由佢走啦。再嚟下一個，咁聽日飲咩啊？凍檸茶。再走，咁呢個之後嗰啲思緒呢，都係好似之前咁樣，一個又一個咁樣等佢 pass 落去。咁但係呢，你就唔好突然間輪迴20遍，諗完個早餐又喺度諗，咁我聽日要飲豬骨湯定係呢一個清雞湯好啊？嗰杯凍檸茶應該係少甜定係少冰？唔好咁樣諗，由佢咁樣過，咁樣呢，可能慢慢呢就會令到你一個思想係比較平穩翻落嚟啦。大家不妨有時間嘅時候去練習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好啦，我哋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希望以上嘅內容可以幫到你。我哋係愛，我哋喺愛同埋光入邊同你送上祝福。
已經唔會再有時間觀念呢一個已經唔會再有線性時間觀念呢一樣嘢㗎喇。已經唔會再有線性時間觀念呢一樣嘢㗎喇。線性嘅時間呢，已經唔再適合使用喺呢啲維度入邊㗎喇。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實業力